立夏完了，7點來找我。好。哎，小姐，不玩了嗎？赶场，睡金主去。玩世不恭的小荡妇！从明天開始，我們別聯繫了。為什麼？下個月我要結婚。我還以為你早就有家室了。那，恭喜了。恭喜！钱我就收下了，謝謝曲先生。記住，徹底消失。OK。放心。幫個忙。晚上我還約了弟弟吃夜宵，我先走了。我討厭宴會。可惜，你不再是我的金主爸爸了。拜拜。1000萬！姐妹，你也吃太好了，分手了還抱金幣，跟你前男友一比，我談的。簡直只能叫做案底。停！別用前男友這麼沉重的詞來形容我們這種純潔的金錢和肉體的關係。我們除了性命，對彼此一無所知。這種極品，你就不心動？心動啊，就像對他一樣心動。什麼意思啊？都是刺激的極限運動，要的就是最原始、最極致的快樂，僅此而已。不愧是我小姐。不過話說回来，他要是知道你的家世，還敢用錢打發你？家世？你說的是我那個一團亂麻的家，還是我那個生物學上的爹啊？角角，今天是你阿姨的生日，晚上回何家吃飯。
今天是你阿姨的生日，你就空着手来了。她过生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等她死了，我自然会来送花圈。你身上这套高定，是上个月威尔给的秀款，看来是找了个有能耐、有能力的。是啊，羡慕啊！我介绍给你啊。混账！你还有没有点廉耻心呐？女孩子年轻，想走捷徑在所难免。但是这做人呐，目光要放长遠。就算你不考慮自己，那也不能敗壞了家風，不是？家風不好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二位這麼懂廉恥，當年是怎麼做出苟且偷生的爛事的？當年是怎麼做出苟且偷生的爛事的？你少跟我廢話！我今天是來拿戶口本，分戶。何家不是客棧，隨你來去自由。想要斷絕關係，要麼還清何家養你20年的花費，要麼接受我安排的婚事。結了婚，這戶口自然隨你走。那就法庭見，正好讓大家看一看，你這個孟如雲孟家的養女是怎麼背刺姐姐、勾引姐夫、逼死養父母、霸佔孟氏產業。閉嘴！媽，何娇嬌，你瘋了！媽，你這個沒教養的！阿里啊，來，快進來。家裡發生一點小意外，讓你見笑了。這是安文的未婚夫，家裡的貴客，別在這兒丟人現眼，趕緊走。未婚夫，曲總，真是讓您見笑了。這是文濤前妻的女兒，性子也慣了。回頭啊，我一定好好管教。姐姐，你怎麼每次回家都要鬧得天翻地覆啊？如果媽說了什麼讓你不開心的話，那我跟你道歉。只求你別拿我媽撒氣，她心臟不好。別拿你的髒手碰我！你再敢碰她試試？好。这……你一個大男人對我動手動腳，是想非禮我嗎？是想非禮我嗎？真是個逆女啊！阿離，不用理她。姐姐她精神一直不太正常，我都已經習慣了。我們知道你是看不得文文受委屈，但是皎皎這孩子吧，他在國外這幾年呀，那環境複雜，走了些彎路，抽煙、嗜酒、賭博、濫交，現在他爸都管不了他呀。何皎皎，你放尊重點。姐姐，喜歡勾引男人，請別惡心我未婚夫，他不是你可以養魚冒犯的對象。確實是我不能冒犯的，
屈先生，祝你和我妹妹玩得开心。屈东篱，屈先生，你不好好陪你的未婚妻，追到我家来发什么疯？我警告过你，彻底消失。你为什么要去何家呢？屈东篱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何家是我生物学父亲的家，你踩的地方是我家，从头到尾都是你在入侵我的世界。既然知道了我跟何家的关系，从此以后，管住你自己的嘴，不要把我们的事在何安文前透露半个字。我们之间的什么事儿不能说呀？是不能告诉他我们试遍了所有的姿势，还是不能告诉他我们玩遍了你家所有的地方？这么紧张何安文，看来这个未婚妻在你这分量不轻啊。我需要一个大方得体、出身名校的妻子。至于你，放浪形骸，自私世俗，见钱眼開。对了，还會掌闊父母，品性啊，極其惡劣。別自戀了，屈先生。既然前後兩期，你和誰結婚跟我沒有關係。今晚我有約，沒空奉陪，你請自便。這麼快就找到下家了？是啊，上次那個弟弟，富二代，又帥，又高，又壯，比你年輕啊，至少10歲，渾身都是青春活力。好啊，我來，地址發給我。哎，你有病啊！今晚的話，我不想說第二遍。屈先生，這次是不是忘記付錢了？上個月我們已經兩清了，今晚這次得另算。1年前我就不該救你，放任你死在公海。救命之恩都以身相報，等屈先生結婚的時候，我會送一面見義勇為的錦旗的。重新加我。哦，我都忘了，屈先生還在我的黑名單裡躺着呢。屈總破產了嗎？你現在在我這兒，只值這個價。好，那我就報警，我舉報你嫖娼，我們一起進去待10幾天。反正啊，我有的是時間，就是不知道你和你未婚妻的世紀婚禮能不能等得起啊？何皎皎，你就這麼愛錢？難道愛你啊？難道愛你啊？
這1000萬，買你把我们的關係爛在心裡。用這點毛毛雨，打發我這個上不得台面的炮友，卻用全部的身家給何安文婚姻。抱歉啊，没注意今天太晚了。明天有空吗？新到了顶配山地车，一起去试骑。好。何大冠军。阿周。翼装飞行赛都結束半年了，還惦記着？沒辦法呀，輸得太慘烈，記憶猶新嘛。專門給你弄的，頂配，光改裝啊就等了大半年呢。声浪真蠢啊！這改裝費都夠再買輛新的了吧？這輛是我的，跟你那輛是同系列，定制情侶款。其實，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想問問你。什麼？你有男朋友嗎？沒有啊，一直單身。大神，我以後可是跟你混了。是你的車牛，這是我騎過最爽的一款。喜歡的話，以後的改裝和新款我全給你包了。心意領了，我可消受不起。時間不早了，我就……剛才下山過彎的時候，我總感覺我的車後輪有點飄。改裝零件匹配不好的時候是會這樣。我看看。正好啊。這是我小叔的私人別墅，他車庫裡什麼東西都有，幫我好好檢查檢查。這車我還挺喜歡的。但是，長輩的私人別墅，私自進去，是不是不太好？哎呀，什麼長輩？我跟他就差10歲，我倆處得跟兄弟一樣。再說了，他平時那麼忙，根本不會回來的。走走走走走，麻煩大神了啊！九九，下來游2圈，可舒服了。不用了，車我檢查完了，我該撤了。哎呀，好吧。阿周，哎，現在呢？現在可以下來了嗎？放開，放手。不放。放手。哎呀，放手。不放。你们在做什麼？
小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小叔？你小叔是他？你全名叫什么？屈行舟啊，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都不知道我叫什么？阴魂不散，冤家路窄。哎，小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正在追求的。奶奶摔倒住院，情况紧急，你立刻去医院。什么？娇娇，我……快去吧。好。什么时候认识的阿周？你是故意的。屈先生这么大火气啊？是兴师问罪，还是嫉妒？你跟谁亂搞我不管，但你給我離阿周遠點。如果我說不呢？屈先生打算怎麼弄死我？屈先生打算怎麼弄死我？你想要多少錢？我給你。屈東林，跟你在一起我才圖錢。阿周這麼年輕，我是想跟他談戀愛的，懂嗎？老男人。你跟他睡？當然，他呀，可比你溫柔多了，也持久多了。何皎皎，你就這麼下賤？關你屁事！阿離，阿離，何皎皎，你要不要臉？居然跑到這裡來撒野！明明是你男人剛剛想要非禮我，我正當防衛而已。你嘴巴放乾淨點，自己一身髒事，別往別人身上潑。無腦的蠢貨，確實適合娶回家當擺件。我為什麼在這裡撒野？不如你問問你男人。少挑撥離間，何皎皎，你怎麼犯賤我不管，但你要是敢碰我未婚夫，我怎麼？溫柔大度的千金小姐人設這麼快就繃不住了？你適可而止。阿離，這到底怎麼回事？他怎麼會在這兒？你先回去，我還有工作。可是我們不是說好了下午一起去旋鑽戒？訂婚的事情你定就好，需要多少錢直接告訴我。真是對不起啊，都怪我家那個神經病打擾你。他就是個爛人，交往過10幾個男朋友，還打過好幾次胎。我去忙了。何皎皎，跟我搶男人，你也配？你跟誰亂搞我不管，但你給我離阿周遠點。你跟他睡了，何皎皎，
你就这麼下賤？东子，还是你好，又当又立的臭男人，最好別來礙我的眼。喂，老板，出大事了！我们店有5条打疫苗的狗死了。死的那几条狗都是3年内来医院打过疫苗的，没有基礎病，死因全部指向疫苗。别砸了，别砸了！这位女士，一定是你们的问题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一定得负責。这到底什么情況？你冷靜一下！说話呀！大家冷靜一下。我是老板，事情我们會解決的。還我兒子！阿明哥，還給我！開你媽的廢店！就毒疫苗，你怎麼不去死啊？不得好死！你全家都不得好死！我告訴你，今天不把我兒子還給我，咱們這個事情沒完！我告訴你，再敢用毒疫苗，我就舉報你！發生這件事是我的管理疏忽，對不起，我已經報警了，我一定會查明真相，所有的賠償我會負責到底的。賠償？誰稀罕你的臭錢？我兒子命沒了，今天我要讓你償命！我告訴你，我一定會把這家店攪黃。黑店是吧？我要在網上把這件事情曝光。我告訴你，娇娇，怎麼回事啊？店裡的疫苗被一個護士調包了，現在人已經跑了。那就發聲明澄清啊！沒用了，醫院現在全線停業，網上都在罵我劊子手。那些毛孩子那麼信任我，把命交到我的手裡，我卻沒能護住他們。錢、店，我都可以不要，但他們不該對毛孩子們下手。你是說孟如雲？除了那對母女，還能有誰？他們怕我動他女婿，所以就要毀了我。你要去哪兒？何家清算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有沒有點大家閨秀的禮教？何嬌嬌，你瘋了！孟如雲，你想算計我啊？大可用一些光明正大的手段，買通程雪，害死那些無辜的狗，你就不怕遭報應？證據呢？沒有證據，就是誹謗。以前我顧念你母親離世早，不跟你計較，但如果把你的壞心思放在文文的婚事上，哼，絕不會對你客氣。孟如雲，你勾引姐夫上位，我憑什麼就不能勾引妹妹的未婚夫？這很公平。你，何嬌嬌，你別發瘋了。我和東離下個月18號訂婚，你猜
如果屈家的人知道你这个臭名昭著的女人在外蹦跶，会怎么处理？虚张声势对我没用。你要是管不好自己的男人，不如把他那玩意儿卸下来，随身携带。母债女偿，天经地义。哼，看来这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你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叫左右，一直在为你奔走？还有你救助的那条狗东仔，是吧？要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它被人偷了，剁了，那都是一条条的生命，你怎么敢的？几条畜生而已，死了就死了，发什么疯？快放了我妈！你给我滚开！文文，小贱人，你竟然敢动我妈！我今天他妈弄死你！阿离，你能不能动？伤到哪里没有？阿离，哎呦，你不能就这么冲过去救人，这万一伤到了脊椎可怎么办呢？巧巧，你就算有千般不满，也不应该闹到要见血，让贵宾以身涉险的地步。薛先生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绝不饶你。何叔，刚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们家这是涉嫌故意杀人吧？这都是误会啊！这是角角先动手的，安兄他不过就是顾母心切，一时情急才……我没时间断案。你们如果连家务事都处理不好的话，这婚期就推迟。不是，阿离。怎么不摔死你？你死了就一了百了了。你存心的是不是？用这种方式报复，毁我女儿的婚事。够了，还嫌不够乱？起来，我帮你看看伤。嘿，你们会后悔的，后悔夺去5条性命，后悔今天没弄死你。小姐，危险谁呢你？哎，小贱人，那是老子的车！哎哎哎，疯子！我们瞎了眼，养了条毒蛇。如烟拿你当亲妹妹，你却故意当她丈夫，我活的逼死了他呀！滚！你们两个寡廉鲜耻的东西，别再想孟家的一分一毫！以后
再也没有人護着你。乖乖聽話，學會低頭。角角，角角，出什麼事了？报应，狗屁的報應！拋妻棄女的成為了神外專家，功成名就；謀財害命的風生水起，人上人；殺人放火金腰帶。這世道真他媽公平！角角，3條人命，5隻小狗，這個墨家欠我的，也該還了。那你打算怎麼做呀？他們不是想靠着屈家，靠着屈東離徹底登天嗎？那我就親手拆了他們這登雲梯。游戲開始了。誰准你來的？想你，所以就來了。我警告過你，從我面前消失。捨命相救的大恩，我當然要好好感謝感謝。只要別影響我結婚，你死在哪兒都跟我無關。滾出去！我滾去哪兒？是要和屈先生游泳嗎？他今天又約我了。別拿阿周挑戰我的底線。別那麼兇嘛，玩個遊戲好嗎？我要是輸了，我就走。讓我猜猜，你今天穿的是阿瑪尼的內褲嗎？不是。我不信，除非讓我檢查一下。小叔，你们在幹什麼？小叔，你幹什麼呢？誰教你的規矩？不敲門你就進。咱們兩個什麼時候這麼生分了？哎，小叔，幫個忙唄。何角角的寵物醫院稍微遇到了點麻煩。站住！過來說。我想投資，幫他。你幫他？你了解他多少？我當然了解他了，漂亮又特別，
而且声名狼藉。小叔啊，你怎么也相信那些谣言？出去，我要开会。不是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你急着找死？你就这么见不得别人？夸我？别发骚。你喜歡的，不就是這樣子嗎？要多少？你自己准。徐先生，我現在不想要你的錢，我想要的更多。比如？你什麼意思？我打算糾纏你了，很認真的那種。你別以為我願意睡你，你就可以一次次的得寸進尺。你當初招惹我，就沒想過會有今天。所以，為什麼？就當是我看上你了唄。哦，對了，你和何安文的訂婚宴最好取消。那天不吉利。對付嘴比石頭硬的，得下猛料。阿周，心意我領了，但這樣不合適。你別誤會，我特意找我小叔評估過了，你的寵物醫院很有前景。他不拆我的店，就謝天謝地了。你小叔對你的事似乎很上心。那當然了，我不都說了嗎？我跟他關係好到穿一條褲子，只要他別逼我去搞藥物研究，想讓我喊他爹都行。對了，嬌嬌，我們認識時間這麼久了，有些話我也不想再藏着掖着。說，我很喜歡你，從第一次見你開始我就心動了。何嬌嬌，現在立刻給我查去信桌的位置，馬上！我不知道該怎麼追你，我總感覺怎麼做都不夠好。阿周，你送我的機車在後備箱。吃完飯，你記得帶走。
哦，所以这算是拒绝我吗？为什么？你可能不了解真正的我，我不是什么名媛，跟何家的关系早已决裂，資源、金錢都一無所有了。而且聲名狼藉，玩世不恭，把僅有的耐心都給了貓貓狗狗。就這？我還以為什麼大事呢，什麼千金大小姐，什麼賢妻良母，那都是給我小叔那種人的 KPI， 我不需要。這個事情很複雜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。那就先不要解釋了，至少先別判我死刑吧，給我一個爭取試用期的機會。小叔，你不是要去老宅嗎？怎麼在這兒？原來你的定力也不過如此。曲總，客人到了。那你先忙，我們先走了。屈先生這麼想我，剛分開就找上門了。密碼是910223，下次可以去床上等，不用站在這當門神。何皎皎，你就非要跟我對着幹是嗎？別生氣嘛，我對小朋友暫時沒興趣。睡了嗎？我今晚有點想你。你說，我該怎麼回？刪了他，以後不許來我。憑什麼？我現在是沒有跟他發生什麼，但不代表以後不會有。你什麼意思？要不要斷聯，決定權在我。想讓我遠離他，可以啊。退婚，跟何安文解除婚約。拿屈行舟當籌碼要挾我，何皎皎，你可以，我還真是低估你了。所以，這筆交易你是不答應了？玩玩成年人的遊戲我奉陪，但是你干涉我的家人，我的婚事。別怪我不給你留後路。那就滾！何皎皎，東仔，東仔來，沒事。何皎皎，你想死是不是？又怎麼了？難道東這個字是你的專屬嗎？大哥，新中國都成立多少年了，還想當皇帝啊？別人取個名字還要避諱你的字啊！何皎皎，你機會已經給過你了，不合作，後果自負。上回呀，房子，哪裡，啊，應該的。阿離，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。何皎皎呢？媽媽給他打了好幾通電話，他都沒有接。他大概是不願意看到我幸福的樣子。
這样就来这真是郎才女貌，翻腿上够好看的，也整事了吧？姐姐，你能来，我和阿离真是惊喜。妹妹的订婚宴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小叔，未来小婶，祝你们订婚愉快。祝二位订婚愉快。走，后果自负。阿离，该上台了。下面请欣赏二位新人的浪漫告白 VCR。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！这曲家未来的媳妇啊，玩的真够花的。这得看情况，玩够花呀！哥呀，你干这事啊？哎呦，你都玩的这么坏，这也太丢人了吧！你看看，真是他怎么这么干？未来小婶她，曲东篱，在你眼里，何安文干净清纯，配得上曲家的门面，而我不过是个只适合肉体交易、见不得光的女人。不，这不是！关掉！快关掉！都别看了，马上离开！那就看看，最后是谁玩死了谁。剑桥高材生，青年小提琴演奏家，私生活干净的何家千金，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！哼，你们何家好教养啊！文文，当着老太太跟曲总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这视频是假的，对吧？是被人陷害的呀！啊！阿离，对不起，我是被陷害的。老太太，实在对不起，给我们一点时间，一定把这个事情调查。不必了，曲家丢不起这人，取消联姻。哎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！订婚礼物，喜欢吗？是你！你和你妈欠我的，欠孟家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的。何皎皎！视频是你放的，你竟能下作到这个地步！跟我睡了1年，还是没有習慣我的做事風格嗎？我給過你機會，是你自己不信，那別怪我親自動手了。
怎麼樣？沒想到你心裡的那朵純潔小白花，玩得這麼開吧？何嬌嬌，你就這麼無恥？我無恥？你一邊喊着結婚，一邊卻又在我的身上賣力，裝什麼清高？況且，你敢說，你沒有發現我的小動作？發現了卻放任不管，這場訂婚宴，其實你也不想辦成吧？為什麼？為了我？何娇娇，你这张嘴啊，只适合干点别的。娇娇，阿周，我在这儿呢。小叔，你怎么跟角角在一起啊？曲先生怀疑订婚宴上的视频是我放的，所以对我又掐又扯的。幸好你来了。小叔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又不是角角绿了你啊！蠢货！哎，角角，角角！订婚宴的事跟他没关系。再说了，我还在追他。够！我跟你说，你跟谁在一起都行，唯独何娇娇，不行。不是小叔，你就因为何安文跟他是同父异母，你就觉得乱了辈分？我是怕你被他骗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小叔，你就是偏见。我认识的何娇娇，她勇敢坚强，又热爱自由。她在国外最难的时候，她自己都快餓死了，还不忘救助流浪狗呢。她在国外被餓死，她何家的女儿怎么会被餓死？怎么会缺钱？有后媽就有後爸唄。再說了，她後媽跟她妹妹要是什麼好東西的話，能放任她被抹黑成這樣？總之，小叔，我追定她了。你給我死了這條心！哎，小叔，不是，小叔，你小我一聲唄。小叔，小叔。这是文涛前妻的女兒，性子也慣了。姐姐，你怎麼每次回家都要鬧得天翻地覆呢？別拿你的髒手碰我！我他媽今天弄死你！為什麼？你就當是我看上你了唄。沒想到你心裡的那朵純潔小白花，玩得這麼開呀！這場訂婚宴，其實你也不想辦成吧？為什麼？為了我。幫我查何嬌嬌和何家的全部歷史，我要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。原來去年小提琴演奏家是在床上演奏啊！環保大使能不能先把自己這坨垃圾分類整理了？文文，別看這些髒東西，媽來解決。是何家角那個賤人，他毀了我，他毀了我的一切。媽知道，媽知道，你放心，只要有媽在，一切都能解決。
李院長，你別急，我還有20分鐘就到了。你把豆豆的情況再和我說一遍。说。何娇娇，你在哪？你那邊什麼聲音？救我！何娇嬌，你在哪兒？何娇嬌，說話！您好，您撥叫的用戶暫時無法接。